大家好啊！咁啊嚟緊10月19號星期日就跑沙田賽事嘅。咁呢次我講第3場賽事啊，呢場就4班跑1800米嘅。未訂閱我嘅朋友就訂閱翻我啦，撳一撳個訂閱掣，咁啊撳埋鐘仔啦，有新片會通知翻你嘅。咁大家撳鐘仔嘅時候記住揀全部通知啦，訂閱係完全免費唔使錢嘅。咁另外最緊要幫手撳一撳個 like 支持翻，多謝翻大家。嗱，咁呢場就14隻馬出足啦，咁啊逐隻馬講講先。1號馬一支箭啊，嗱呢隻馬就落班喎，呢次落班真情咧，好似有少少似樣喎，因為佢上季咧就即係贏啲谷草1800啊咁樣嘅，咁啊再之前又贏啲谷草2200，即係其實你話今季跑嗰兩場1400米梗係短啦，咁所以兩場都大敗，咁呢次會唔會落班真情跑1800啊，有機會出擊咧？但係又整咗10檔啊，有少少棘喎。4重彩可以拖嘅，我覺得呢隻一支箭。嗱，2號馬包裝旋風啊，嗱包裝旋風其實今季就落班跑咗場嘅，咁啊正4班田草1800米啦，布文騎嘅都係，咁啊18倍最尾就即係叫後上跑第9嘅，輸4個幾馬位。嗱呢次形勢又係差唔多喎，又係整咗外檔俾佢，又係即係縮喺後面追，咁啊呢隻包裝旋風都係偏向觀望啦呢隻。嗱3號馬爆出美麗啊，咁啊潘頓又攞翻嚟騎喎，呢隻爆出美麗，上季佢試過騎過入 Q 啊，咁啊呢隻就贏面我覺得係非常之大嘅，呢隻爆出美麗。嗱4號馬同益線啊，同益線就5-0嘅呢隻同益線，咁啊大家留意翻個操練表咧，呢隻馬咧賽前咧，咁啊霍雲星有試過閘嘅喎，呢隻同益線。咁啊，試完嗰個閘之後就即係冇跑啦，因為嗰個閘佢又跑包尾嘅。咁啊呢次啊金城江騎14檔，當然都唔多睇好呢隻同益線。嗱5號馬明亮天下，嗱明亮天下咁啊呢隻馬上季叫做即係初出嗰場入 Q 之後咧，其實上季之後咧都上唔到名。咁啊即係睇落去好似有少少走下坡嘅跡象，但係佢即係6歲馬嚟咗呢隻明亮天下。嗱今季跑咗場4班田草1600米咧，大敗9個馬位嘅，咁啊呢次真情跑1800，咁啊11檔又係偏向觀望呢隻。嗱6號馬年年有福啊，嗱年年有福今季初出嗰場啊當然係犀利啦，咁啊慢閘都後上贏馬。嗱咁佢上場又係慢閘嘅喎，上場佢就冇咁好彩啦，追唔到啊，咁啊輸2個幾馬位跑第8。咁呢次排咗7檔，咁啊睇下佢又慢閘嘅情況下又縮喺後面嘅，佢又係跑法被動，咁啊加上即係成日慢閘嘅情況下，呢隻年年有福又係頂籠跑得好，都係4重彩拖算。嗱7號馬百勝金龍啊，咁啊呢隻就初出喎，呢隻百勝金龍。嗱咁啊周俊樂其實排咗12檔，咁啊賽前咧，咁啊大家留意翻咧，其實周俊樂咧有試呢個有賓呢隻馬試過大閘嘅，咁啊普普通通嘅啫。咁當然初出觀望啦，整埋12檔俾你。8號馬密密送啊，嗱密密送，咁啊上場其實都唔差喎，輸2個馬位嘅呢隻密密送，咁啊呢次真情要留意，我覺得就9號馬妙算其勝啊，嗱妙算其勝，咁啊啱啱嗰場4班田草1600米啊，都叫有少少飛數支持啦，9.1倍，咁啊跑第9，輸4個幾馬位，咁啊呢次真情跑1800，嗱咁佢上季咧2場上名就谷草1800嚟嘅喎，咁可能即係上場1600米開一氣啦，呢次跑田草1800咧有少少機會喎，4重彩不妨拖拖啦，雖然呢個路程就未跑過，但係谷草1800就上個名啊嘛。嗱10號馬幸運同行啊，嗱呢隻馬上季就即係贏呢個谷草2200喎，呢隻幸運同行。嗱今季跑2場咧，一場谷草1800，一場田草1800，兩場都即係輸唔係好遠嘅，一場輸3個幾馬位，另外最近一場咧田草1800就輸個幾馬位嘅，咁啊加上咧最近一場咧佢即係輸個幾馬位咧，係末段嗰度咧又有少少受困未能力拆嘅喎，即係咁嘅情況下輸個幾馬位。嗱呢次再出4重彩當然要拖㗎啦，呢啲就11號馬精算特殊啊，咁啊啱啱跑嗰場都輸少少嘅，輸3/4個馬位，咁呢次真情又係要留意啊，呢隻精算特殊。嗱12號馬和道威啊，嗱和道威咁啊今季初出嗰場就
即係賣到4.6倍開跑，因為潘頓騎啊嘛。咁啊，但係就麻麻地啦。咁最尾就即係叫輸8個幾馬位跑尾二啊！呢隻和道威。咁啊，呢次就即係潘頓就棄騎啦。咁當然就唔多睇好啦。咁呢個路程佢係未跑過嘅。13號馬雙贏啊！嗱，雙贏咁啊，啱啱呢個路程先上名啫喎。咁啊，再出當然要高度留意啊！呢隻雙贏又係14號馬風起雲湧啊！嗱，風起雲湧咁啊，啱啱嗰場4班田草1500米咧，就其實輸少少，輸4/3號馬位，跑第4。咁啊，希威森騎喎，上場就咁呢次希威森冇騎喎，俾阿班德禮喎，即係咁嘅情況下就4重彩拖啦，呢隻就嗱呢場咧，咁馬膽最後就揀咗爆出美麗嘅，咁啊潘頓騎呢隻爆出美麗。嗱，咁呢隻美麗係啦，咁啊跑12場就未開齋嘅，咁啊兩個第二喎。嗱，兩個第二咧分別都係即係田草1500米嗰個攞到啊，咁啊一場就潘頓騎，一場就鍾易禮騎。咁啊上場即係初次入 Q 嗰場咧，咁啊潘頓騎就即係都有飛嘅4.1倍，咁啊最尾就跑第二啦，輸個幾馬位嘅。咁啊嗰場即係其實都差少少開到齋嘅。嗱，咁嗰陣時咧就5棚戰馬房喎，咁啊其後就轉咗去告東尼啦。咁其實轉咗去告東尼咧，今季啊最近一場咧又係正4班田草1500米入 Q 啊，咁啊鍾易禮喎，又係即係3.4倍嘅熱門嚟喎。咁啊最尾就輸俾正係潘頓騎嗰隻東方飛影，咁啊東方飛影潘頓騎又即係特別犀利咁樣。咁啊但係潘頓騎完嗰個東方飛影上場之後就退咗役啊。咁啊呢次就潘頓啊揀騎呢隻爆出美麗。嗱，咁呢個爆出美麗其實兩場即係田草1500米都入 Q 嘅情況下，咁當然呢個路程就試到準一準嘅啦。咁加埋咧排咗5檔係非常好跑，咁相信潘頓咧應該都係即係居中跑噶啦，可能守住5、6位靚位咁樣，直路望空島咧衝上嚟都應該贏面啊非常之大嘅呢隻爆出美麗，咁啊好大機會嘅。咁啊馬膽啊揀呢隻爆出美麗先啦。嗱，咁腳啊3隻腳俾大家，咁啊首先第一隻就密密送啊，8號馬密密送。嗱，密密送咧上場咧都即係冇乜人支持嘅，37倍，咁啊跑場田草1400米，就好似熱身啊居亞多咁樣。咁啊最尾啊跑到第5啦，輸2個馬位。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咧，咁嗰場咧密密送咧係即係慢咗閘嘅喎，出閘慢閘失地喎。咁其後即係衝上嚟輸2個馬位，其實都即係犀利喎。咁啊嗰場輸俾嗰隻準輝煌喎。咁如果你話唔慢閘，咁啊會唔會即係上到名咧？我覺得係有機會，仲要嗰場係1400。咁啊大家留意翻，其實呢隻馬咧上季咧上名嗰兩場，一場係谷草1650米，另外一場就田草1500米喎。咁所以嚟講咧，你話呢次開咗氣真情跑1500米，其實啱數啊！呢隻密密送。咁啊排咗個4檔都好跑啊，咁啊拖佢票咧，我覺得要。咁啊第一隻腳拖翻呢個密密送。嗱，第二隻腳咧就拖隻精算特殊喎。咁啊精算特殊，嗱呢場咧希威森咧即係有馬揀嘅喎，但應該有密密送佢騎過。咁啊另外又即係嗰隻風起雲湧咧又係即係希威森騎過又冇騎喎。咁其實佢呢場咧揀隻精算特殊。嗱精算特殊咧，咁其實佢喺23、24馬季咧4班田草1500米贏過，當其時啊周俊樂一放到尾嘅。咁啊上季叫做贏場5班田草1400啦。嗱今季初出跑咗場4班田草1600，因為今季就轉倉初出啦，容天鵬轉咗鄭俊偉。咁啊希威森騎，嗱咁嗰場係跑第4啦，雖然上唔到名，但係其實輸少少嘅，輸3/4個馬位。咁嗰場嗰啲小飛俠啊、彭越、開心宇宙，嗱彭越、開心宇宙再出都上到名嘅。咁啊另外加上咧嗰場跑第5咧就正同場爆出美麗嚟嘅，佢跑贏爆出美麗嘅。咁所以呢隻精算特殊咧，其實呢次即係再出咧，我覺得真情要留意啊呢隻，因為始終呢個路程都贏過叫做。咁啊8檔希望攞到2碟有遮檔啦。咁第二隻腳拖翻佢。嗱第三隻腳就拖埋嗰隻13號馬呢隻雙贏啊。嗱咁呢隻雙贏佢就未開齋嘅呢隻雙贏。嗱但係4班田草1500米咧上季咧咁啊
即係蔡明少試過係輸少少，輸個馬頸位入 Q 嘅呢隻雙贏。咁啊，加上咧今季咧亦都係跑咗場4班田組1800米咧，咁啊嗰場就即係排咗個12檔起步啊呢隻雙贏，咁啊留到好後咁樣衝上嚟咧，咁啊即係直路早段嗰陣時係難以望空嘅，咁其後衝上嚟即係爆到最快末段咧，咁啊23秒14咁樣跑下第三嘅。咁我覺得呢次又係開咗氣啦，咁啊排檔啊好過上次啦，呢次排3檔，咁會唔會有機會擺翻前少跑呢隻雙贏？因為之前咧試過即係曾經係試過放頭嘅呢隻雙贏，咁啊有機會呢次排3檔會擺前少跑啊，唔使咁被動喎，咁啊亦都係有啲機會啊，咁啊拖埋呢隻雙贏啦。嗱呢條片就講到呢度，咁大家記得就幫手撳一撳個 like 支持翻，多謝翻大家。